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2月24，路加福音2章10节到11节安尼讲，天使甲因讲，毋免惊，我甲恁报一个要互万民大欢喜的好消息。今仔日伫大必城有一位救主为着恁出世，就是主基督。三甲来祈祷，找基督耶稣为阮出世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慈悲怜悯、疼痛的天父，为着你的慈爱，甲你对世间人所行的奇事，阮要来学乐，感谢你无煞。主啊，感谢你将独生的囝耶稣基督来赏赐予世间，互今仔信你的人袂沉沦，会得到永活。主啊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疼世间到安尼，你愿意阮拢得到救，无愿意阮失落。主啊，感谢你，互耶稣为阮来出世，互天使传报讲，毋免惊，我甲恁报一个要互万民大欢喜的好消息。今仔日伫大必城有一位救主为着咱出世，就是主基督。基督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